一阵无语觉醒的少年人，江丁秋。新年刚过煞，就开始无用开学的代志，煞落换无用了解社区大学开课的情形，甲讲义的准备，一时着对手机较无自信。有一天较闲，手机摕来猛背，刷伫 FB 的 message， 出现一条信息，是一个无熟悉的人传来的消息，要我甲伊联络，讲是要学台语。对着要学台语的人，咱是12万分的欢迎。当然，使用电话甲伊联络，甲伊电话讲煞。才知影因是去网站找到我的资料，才搁透过 FB 留信息给我，真正非常有心。头起先，我是邀请因来社区大学学台语，因为迄时社区大学嘛呾要开学，毋过超到尾因有几个人都合超袂好势。第一，就是因大概有15个人，安尼咱社区大学的台语班会客袂落。第二是因拢咧上班，真侪人拜一袂赴赶来上课，所以课爱开伫假日，才会当互较侪人来学。最后定伫礼拜暗的7点到9点。所在伫台中7期内底一栋大楼的会议室，总共12礼拜。为着台语，我当然嘛是聊落去，牺牲假日嘛在所不惜。所以，我就真紧准备上课的讲义，搁寄互因去印，决定要伫3月17日开始上课。时间毋通搁延前，开课到呾已经第5礼拜，学员的学习精神真好，真少咧请假。上课的时嘛会问真侪问题，大家对台语拢真有兴趣，嘛学甲真欢喜，尤其是罗马字的拼写，大家拢足用心。学习的成果当然嘛真好。平常教台语是我的职业，除了小学生以外，伫外口咧做台语研习的讲师，所教则是老师较侪，搁有就是伫社区大学开的课，学员大部分也是有会的较侪。若是少年的，少少一班2、3个就算袂歹啊。即马一班15、16个，则是30岁前后的少年人，得甲因上台语课，心肝底10分的欢喜，心情就对咧轻松。因为看到有一群少年人对家己母语的觉醒，毋愿搁做台语的青面牛。真正互人足感动。即阵少年人内底，有诶已经做人诶父母，囡仔已经2岁也因为因诶觉醒，互咱未来诶细汉囡仔有较好诶台语环境，会当甲咱诶台语继续传落去。搁较希望诶是，像即种少年人诶台语班，会当摊开，继续开落去。